中嘉宽屏三冠龙小主车新时代主播夏玲莹第一提出2天的课程，除了邀请外面的讲师，在新媒体时代，教导小朋友如何运用 AI 的人工智慧，介绍生活相关的应用。我们的课程都非常的丰富那也都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课程这2天里面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当主播然后后面学着怎么样去当记者做采访，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这个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观念你在实景操作方面，有声音的艺术表达，甲着商业摄影的指导等。另外，还有资深的主播郭文吉甲陈碧春，亲自来教导新闻采访，甲着面对镜头表现的技巧。透过角色的扮演，甲着分组来采访训练，提升每一位学员的自信，甲着表达能力。从一开始的不让 AI 来 A 你，到现在的新闻体验活动，让我获益良多。这是一个有趣好玩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活动，我下次还要再来。我学到了很多的 AI 的程式，然后还有做简报的程式，还有情绪那一些的，然后还有关一些采访的知识。我收获很多，然后我们有学到那个 AI 的可以自己制作唱歌，还有心智图跟怎么做简报，然后还有要学会适当的使用 AI。然后第2天我们就是自己当小主播，然后还会上新闻当小记者。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来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主播的知识，像我们可以学习到新闻要如何采访，投稿机会在你面前。而最后，就是安排小朋友亲自坐上主播台，实际来操作摄影机，甲着幕后的设备，搭配专业的化妆师造型指导，完整来体验新闻制作的台前，甲着幕后，让小朋友对看新闻提升到家己来报新闻。大家好，我是许晨月，欢迎收看7月22日星期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5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带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过程，学习采访新闻、播报新闻以外，还融入最热门的 AI 课程，丰富有趣。经过2天的授课，甲着实践的过程，每一位参加营队的小朋友拢收获满满。主办单位最后嘛一一来颁发结业证书。而这期未赴参加的小朋友，后个月8月12、13，还有另外一提出。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